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赖清德和萧美琴今日去到国防部听伫机密简报，而且赖清德佮以未来总统的身份入去行山指挥所，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布林地是不重大案件，目前到达有30个，而且伫咧大阪导致双手验对米加昆生，确定这米加昆生有伫咧餐厅造卡。WSA 贴杯啊世界杯锦标赛，台湾有11位选手参加，摕到17金、15银，9项成绩，而且拍破3项世界纪录。讲到这两化情势，当日紧张，5字抗要上任的正副总统赖清德和萧美琴，今仔去到国防部听这机密简报，而且呢，这赖清德佫用未来总统的身份入去这行山指挥所。在这个现场有风声讲，前海委会主委李仲伟也有参与，也是在场唯一的民间人士，将有可能是这接国防部长的人选。学者也分析讲，这国防部提早替赖清德补充两化情势，对赖清德要安排外交国防的人士有正面的帮助。宪兵伫大门口抬兵，准总统赖清德的车队下当2点挂，来到国防部车身卡表的挡掉落车集团，下当讲看不到随行人士，真的是准副总统萧美琴的车队早一步到，2个人制作的目的就是到国防部听机密简报，了解台美军告重大建军进度，尤其赖清德也搁创下准总统的先例，入到行山指挥所时道。赖清德听话简报，大批车队开往俗称山洞，负责掌握敌情的行山指挥所瓦解解套。国防部提前和赖清德了解两化情势，国防部当充分掌握强军动态。另外，团组误会人员，包括前海委会主委李仲辉、国防部这年人选的声音未细，而且分析赖清德的国防外交人数安排，美国也高度关注。美方呢希望两岸呢最近呢应该是要平稳过渡，所以平稳过渡当然就是主要是520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美方的这个关注，那台湾这边呢也必须有所回应。那所以我说，这个赖清德进到这个衡山指挥所呢，可能也是给美方的一个回应。参访汉翔公司是到高教基山线，赖清德了解国际各自的运作现况，强调国防甲经济是支持台湾人2大条决定了后，会继续推动产业发展。在520上任之前，我必须善用时间一方面掌握国防、国安、外交跟两岸的各项事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必须要跟台湾的各大产业能够座谈，听大家的声音。两化情势严重，国防部初期征集共机6架次机中飞过海峡中线2架次，中南7架次吊台。另外，中共初3会发射火箭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国军会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二打岛守备队3月至9执行运补路会时阵，说互中国的无人机翕落来，官兵无甲这无人机驱离。国防部长邱国正即马是要追究责任。金防部今仔表示，这守备区域已经有加强安护措施，也继续要求官兵提高警觉。若总有犯差做错，就会处罚失职的人员。今仔日伫咧中国网友呢，搁再传一段影片上网络，讲是4月初1用无人机去翕金门的二打岛，会当看到这战车停的所在和相关的设施。金防部表示有注意到相关的信息，无法度证明讲这敢是4月初1翕的。金防部是搁再强调，中国无顾虑到铺设地带侵扰行为甲区域冲突风险，放任当事者伫遐乱翕，迫害中华民众的情感，会加强官兵对无人机的处置训练，也会看威胁的程度，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宜兰地检署有一位退休的检察官吴志成，过去侦办的作为引起争议，进前予监察院弹劾，认定伊有几多届违法签结案件，甚至唔团被告直接起诉。经过听解法院审理了后，其中有2案认为有听解必要，今仔日改判发放6个月。我办过假米酒案，出现在新闻版面。这宜兰地检署前检察官吴志成伫法界有资深的经历，过去的侦查作为煞一直引起争议，搁互检察院弹劾，认为真侪摆违法签结案件，甚至无谈被告直接起诉，也有101件。经过听解法院审理了后，只有2案有听解必要，初次判决罚薪水6个月。不顾卷内的证据资料，
依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知识，明显可以判断被告设有犯罪嫌疑，有继续侦查的必要，竟然违反他自别案件签结的规定，屡次想签结该两案。吴志成办案状况之合议庭指出，包含这毒品案，警方查扣安徽他命，被告太太成军红晒被盗。吴志成所讲，无发现有犯罪嫌疑，也有一个枪炮案已经有被告提请强害为民，现场也采到枪支壳，不过伊认为无继续侦查必要，就算上级一直要求相杀，两案拢拍算直接签结。喂，吴律你好，我是公社记者毕信成。打电话给吴志成拢无回应，不过伊问题真多。我做外勤检察官的时阵，也发生涉嫌找无人，佮被发现办案正确率比全国平均值较低。伫退休进前已经连续3年考级评定，这部评定拢无达到良好。伊提起3件行政诉讼，争取处分逆转，结果一个定案败诉，其他也搁在审理当中。问题就出在于检察长或这些有权利的人，他们不愿意去发动去处理这个有问题的人，那导致于说，这个案件最后才爆发成这样子，然后很严重。这几年司法官出问题未少，亲像北检检察官陈立如下班等于出车祸，涉嫌向女骑士用过性骚扰，也互庭界法院判罚薪水。民间所该会表示，就算有评鉴堕胎制度，不过相关机关无落实态度无责任的司法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件，新增加一个通报个案，目前已经有30例了。伫调查部分的这宝林地色来代办的刀子，双手的检体有检出米加菌酸，对当证明讲引起中毒的米加菌酸，就伫咧宝林 A13分店的灶卡内面。不过，台大法医所是强调，这刀子的手只是媒介问题，也是出一个食材。不过是倒一项食材出问题，这部分要继续追查。那一家店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真的有这个米酵菌酸 BKA 这个毒素存在。宝林地色的食物中毒案有上新的进展，台大法医研究所是接到台北市卫生局提供3月24日采集的春的检体，包括总破腮的手、采的点菜刀、含水果刀啊等等4项检体，做一普二的检测，结果伫总破腮的手验出米加菌酸的阳性反应，其他的拢是阴性。在厨师的手的身上，这上面就的检体哈，那这个检体是有培养液泡过的，然后都可以验到这个米酵菌酸。台大法医所讲，虽然过去捌伫个中毒个案的体内验出米加菌酸，但拢算是间接的证据。即马伫个总破腮的手的检体验出来，算是第一摆摕到直接的证据。但总破腮的手只是传出去的媒介，问题嘛是出伫个食材，到底是对一个食材出问题，搁来检调来厘清。第一时间所采集的基证包括生物跟环境2个都去砧板，还有手部的生物基证，那我们都一并送台大实验室检查。那我们也即刻将检查结果告知检方。不过外界嘛，质疑讲，谁若宝林的总破腮手有去摸到米加菌酸，人说无代志，而且代志发生这么侪天，手的检体谁若阁验会到？对这有动物专家讲，医界对米加菌酸的了解阁无介济，伊会当伫环境内面活偌久，阁是一个谜。建议民众食饭之前用湿文来洗手，才较袂去摸到病毒和细菌。肥皂的话，其实有一些界面活性剂，然后用肥皂水的话，它就可以把它帮助我们清除。可是还是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隔那么多天，到为什么它手部还是可以验出一些米酵菌酸？专家推测，这总破腮本人有可能嘛中毒，建议抽血来确认，而且搁大采检灶卡其他环境。为何无伫3月30日配合检警去越南籍台湾总破腮因厝内面采检14个所在，希望进一步确认敢有东冲堡必克氏菌的存在。检验的结果上紧4月中就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增的医品饭店，也可能有这发生食物中毒案件。有公司顶礼拜去遐办2200人的春酒，所有62个人胃肠无爽快，其中9个看医生了后已经复原。发生代志了后，新北市政府已经查核采样，要求饭店暂停营业。这检验的结果按算2礼拜才出来。
饭店内面拢无开电火，因为宴会厅是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封下令暂时停业。在宝林地色案了后，新庄的宜品饭店昨日嘛传出一件疑似是食物中毒的案件。屈臣氏公司在3月26、27，在宜品办差不多2200个人的春酒，结果62个人肠胃无爽快，其中9个人就医，目前拢较好啊。在第一个期间，立即要求业者停止供应稽查以外，那在新庄宜品要求他们在食材的供应上全部停止作业。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市府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稽查，要求业者对初一下晡开始暂停营业。对这宜品的母公司分东集团讲，会积极来配合卫生局的调查，嘛强调讲，伊讲有人客炸外口的食物入来，对造成无爽快的原因，搁爱厘清。若是宴会厅的物件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一定会负全责。嘛强调提供兵甲海产盘做检体防查验。卫生局稽查当天，针对于春酒菜单中供应的海鲜盆以及自制冰块等高风险的餐点以及食材进行抽验检验卫生标准。生鱼片是最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因为它是生的嘛。切一大片摆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切薄片。那切完薄片的时候没有马上吃，或者是切的时候手就污染这一片，那也可能会造成这一片有细菌。屈臣氏嘛发声明强调讲，案发了后第一时间就启动内部的调查，到立看医生的费用提供慰问金，会继续关注调查进度，维护当人健康权益。卫生局是强调讲，爱等宜品的改善完成，提出改善报告书经过审查通过，含环境卫生复查合格，才会当恢复营业。检验结果按算过2礼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爱食鸭血，根据着消基会公布的调查显示，利用 DNA 去检验市面上的鸭血，竟然有7成的鸭血内面有蓝鸡血，却标示鸭血尔。这标示不清楚，有违反食安法记录，会当罚4万到400万。真侪人爱食火锅，而且鸭血是不少人爱加的食材。不过消基会伫去年10月到12月，伫各市场卖场才定数买15件，讲是鸭血产品，佮委托实验室做2摆检验，结果发现30个样品当中，超过7成样品有鸡血成分。分2次去购买，然后去送2家不同的认证实验室，所得到的这一个结果有测到。应该就是有参了。消基会表示，甲鸡鸭比起来，国内鸭的数量较少，鸭血量无够供应市场所需要，所以市面上看到的鸭血大部分是鸡鸭膏这血掺做血，不过大部分标示鸭血，后面将误导甲有标示无实在记录，为外观也无法度判断鸭血是不是加入其他禽类的血。鸭血或鸡血事实上不太容易从外观上来做一个判别，所以才需要靠标示，标示越清楚，如果出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溯源去追查看到底是哪一个原料上的一个出问题。消基会也提醒市面上调味加工过咸鸭血这产品，除了有的掺鸡血以外，那含量真悬。那将规包的咸鸭血拢食完，对价值1857到4000毫克那，超过卫福部建议2400毫克。建议民众除了注意食分量，买之前也要注意成分的标示，这样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非洲喀麦隆籍的货轮船长含船员5个人，顶个月2日对高雄港出发去到中国沿海，接15个要偷渡的越南人，30架船驶到台湾的西南海域。咱的海巡有接到消息，也成功把这群人抓到，这法院也裁定船长顶5个人羁押禁见。海巡人员将货轮炸落来，并上船查看，入去船舱了后，就发现越南籍偷渡客密伫内底。这只喀麦隆籍杂货轮杰西号的蔡姓船长甲轮机长船员总共5人，为着趁钱出海去接15个越南籍偷渡客来台湾。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接获偷渡集团将载誉猎人籍人士来台情资，即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于113年3月30日与相关单位共同查缉。顺利于台湾西南部海域查获喀麦隆籍杰西号货轮。根据了解，杰西号3月2日对高雄港出海，27半暝来到中国福建省沿海海域，接到坐船伫遮等待越南籍偷渡客了后，30要暗暝转来到台湾西南海域，准备要上岸，就互已经接到通报的海巡掌到。由于该船为躲避查缉，不断变更海域接驳，
侦办期间出动高雄、澎湖、台南海巡队多艘巡防艇实施拦截围捕，才顺利在海上拦截该船。其中一名被告有灭证行为，有事实足认有逃亡及勾串共犯之余，并有羁押之必要性。到今卖，海巡人员带真搜肯对货轮全面搜查，13个查甫、2个查某的越南籍偷渡客上岸了后，交予移民署处理。带船船长等5人以违反出入国家移民法移送地检署。这个月初，由检察官向法院声押禁见得到允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高雄捷运支线评估报告6月就会完成，不过有民代伫咧质疑讲，本地规划民族大陆站煞甲取消啊，迄边是三明区上界大里，不过轻铁甲捷运站拢无伫遮设车站，地方认为讲伫遮呢有设站的必要性。市长陈其迈也表示，会针对当地人口数还有交通进行评估。高雄捷运出入的民众真多，不管是上班也是上课拢有。未来高捷阁要增加一条支线，也已经公布路线甲车站。有议员就发现，原本规划伫民族路顶的民族大陆站煞互取消。这附近鼎泰里是三明区上大的里，人口数有免25000人。市长表示讲，目前无轻铁甲捷运站经过英社区，上我近的捷运站就是文藻外语大学。行路要10多分钟，对时大是介无方便。阮就是个学区，无毋对，有需要有必要。啊，但是阮就遐人口无遐济啊，伊毋是咱遮三明区啊。啊，三明区你看，按咱这个里，1万几个呢。希望下当这条线会当经过大热，爱来台湾考虑，爱伫大热这站爱停。高捷局是将青线甲紫线夹做即卖紫线，原底是青线的民族大陆站才会无去。议员认为，即站附近有病院、社会主体、河堤社区，居民较济，有设站的必要。遮的即个设施其实拢是高度人口密集区，所以你伫即个所在绝对爱有一个捷运站，会当互咱遮的人伊咧出入方便。设站的这个部分，我们在路线目前也会把这个河堤社区纳入评估。市长陈其迈初二面对质询的时阵也讲，会考虑到河堤社区目前也未定案，捷运紫线全长有36公里，会经过三明、左营、南马溪等6个行政区，沿路人口有80万人。记者张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WSSA 竞技铁杯世界杯锦标赛3月底伫美国比赛，咱台湾的有11位选手去参加，摕到17金、15银、9铜的成绩，而且打破3项世界纪录。其中上届细汉的选手只有6岁尔，伊就摕到4块金牌、1块金牌，包含3个世界冠军。目睭也阁变好呢，杜文浩2.17秒完成333竞技贴杯摕金牌，个人363，高度专心而且流利，2.647秒刷新世界纪录。面对上难的赛课，前2摆表现无好，到最后一摆机会。7.115秒刷新家己创下世界纪录，杜炳浩真欢喜，甲队友局长都连在破也徛起来好彩。这摆世界杯锦标赛4金1银，完整收集6岁以下组3项目的世界纪录。开心，很开心。那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拿世界冠军？没有。没有哦。那拿了世界冠军，你最想要的愿望是什么？去看5月天的演唱会。17岁单票股伫个人333加363拢摕家己会数组的冠军，而且破台湾纪录。甲18岁罗倩湖挑战双前赛课18岁以下组别冠军，因为成绩是全场前3强，影响无分龄大挑战舞台，佫摕第3名。这摆6金1银4铜71位台湾选手内底含金量上悬的选手。我们其实平均都蛮稳定的，1个月都会有一次的训练，通常都会在出发前的前3周。都会在针对他们的团队去做一些
配合的一些指令。协会表示，原本烦恼食材影响表现，想要到提17斤、15斤高档，而且11个选手拢有金牌，再靠近10年来养成嘅推广。虽竞技贴杯啊，毋是亚奥运嘅项目，选手爱家己走总出国钱。不过比一摆国际赛，无论成绩安怎，实力自然会提悬。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秘鲁头一位查某总统博鲁阿尔特逼出名牌表啊，借钱风波，和大阵的这检警呢，冲入去会徛假钞。博鲁阿尔特自2012年上任以来，伊民调是一直落到打酒剩9%尔。顶个月30，伊是开记者会。唔若讲家己是清白无违法，也强调讲一定会做满4年。过当天，伊就主持新内阁成员的就职仪式啊。秘鲁新闻媒体3会中公布，总统博鲁阿尔特有几啊支介绍真贵的劳力士名表，40名检警30大阵势以破门入去的方式进入伊的徛家突袭搜索，结果找出至少一支价值15000美金的劳力士表，甲包括5万美金的卡地亚破链在内的珠宝收藏，全部拢无正式申报。凭总统4300块美金的月给，博鲁阿尔特安怎有能力买起这些奢侈品，引起各界质疑。Por lo que la medida de la madrugada es arbitraria, desproporcional y abusiva. Esta situación es sumamente grave y afecta los derechos de mi familia, pero sobre todo afecta la gobernabilidad del país. 博鲁阿尔特迄天召开记者会，讲遐个贵重物品是伊辛苦工作得来，也强调一定会做满4年任期，袂提前离开，也袂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劳力士门贪腐疑云引起内政部长、妇女部长等6名内阁官员请辞。博鲁阿尔特也随即找人报起嚟，各地找伊举行新部长的就职仪式。Hermanas y hermanos, la presidenta viene siendo atacada sistemáticamente.Y por ende se ataca la democracia, el Estado de gobierno, generando inestabilidad política, social y económica. 秘鲁头一位女总统博鲁阿尔特是前总统卡斯提洛的副手，在卡斯提洛封掠了后，接替上回从台以来民调支持率开价行低，早伫劳力士门贪腐疑云爆发进前，民调显示有达到8%选民希望伊落台。即马支持率甚至飙到只剩9%，也毋过就算伊因为劳力士案方起诉，按照秘鲁宪法的规定，伊需要等到2026年7月任期结束，也是伊方单向落台，才会当开始进行司法审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伊朗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领事馆找可能互以色列空袭，造成上无7个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当中也包含3名高阶军官。伊朗和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就随呛声，讲会报复以色列，而且长期支持以色列美国同款有责任。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伊朗领事馆初一遭到空袭了后，也有阵阵的乌烟，差点到受牵连的隔壁伊朗大使馆。在空袭当中，有7个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死亡。伊朗驻叙利亚大使指控，使馆周边建筑和以色列 F-35战机发射的目标导弹拍到，完全违反国际法，伊朗绝对会做出回应。عرض کردم که رژیم میدونه که این نوع اقدامات هیچ موقع بی‌پاسخ نمونده و قطعا نخواهد 这番死亡，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有最高指挥官扎赫迪，甲资深指挥官拉希米等人。扎赫迪把负责暗杀以色列行动，也是前美国总统川普自2019年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暂时伊朗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了后，伊朗战级相关的伊朗革命卫队高官，不只是德黑兰当局表示要对以色列做出处罚甲报复，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也爱以色列付出代价，就连长期支持以色列美国也难逃责任。Obviously, we're aware of the reports, and our team is looking into it. I'm just not going to go beyond that. 虽然以色列无正面评论，不过4个无出名以色列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以色列确实执行空袭行动。伊军反应强调，在不是领事馆，是改造名替伊朗圣城军的军事据点。伊朗国内民众已经完全无法度压制内心的怒火。یک حرفم بیشتر نداریم حرف ما یک کلام انتقام انتقام
分析家指出，以下冲突爆发了后，以色列加强对伊朗的盟友，包含伊巴嫩甲叙利亚的攻击，目的就是要试破卖这反起电线的决心甲底线。伊朗面对这摆空袭，真紧会做出回应，当中上可能就是攻击美国伫中东地区的基地。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辑。以下冲突到大特别半年啊，来看一个伫咧冬吹音乐节活落来放记卡骨的查甫人，即马变做以色列籍记者国家卡球队的选手，也会参加今年6月伫咧法国举办的欧洲杯比赛。廖冠亚冲出来，倒脚一踢就甲球踢入去。以色列籍记者卡球队踮咧为法国欧洲杯摕冠军的梦想咧拍拼。队伍内面的防守队将比亚明是拍拼咧四界走，特别袂记得家己半当前才互攻击。伊当初伊参加以色列音乐节庆祝家己29岁的生日，虽然讲好运无死去，但是嘛失去伊的正脚。לא חשבתי שאני אחזור לשחק כדורגל בחיים שלי. באותו רגע הייתי בטוח שאני גם לא אוכל ללכת ובטח שלא לרוץ ולשחק. והנה אני פה, כאילו 5 חודשים אחר כך, מתאמן ליורו. 比亚明是还佫倒伫病床顶悬，就互招募来加入卡球队。队长35岁律师斯克鲁尔是用家己的经历来鼓励比亚明莫放弃。伊8岁时阵，互公车搞着骹，经过遮侪年顶接复健，效果煞无啥好。30岁迄年做出重大决定，爱医师替伊切骹，这嘛是这世人上正确的决定。I'm walking with a prosthetic leg. And more than that, I can do sports that I could have not even dreamed of when I was with a crashed foot, like surfing, snowboard. Show them that first of all,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on their feet with prosthetic leg, and it's pretty cool. 比亚明有2个队友是伫加沙和哈马斯作战的时阵，较互蹦登去的士兵，即摆因以强大的韧性，发挥正深的辅助精义，带领以色列全面备战。只是即摆因是靠卡球来展现国家的光荣。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伫咧美国加州大型连锁素食店的店员呢，对4月初一开始1点钟上架的工资16块美金会起到20块，等于是超过台票600块。不过，物价正悬的加州来看，这是有必要的，是因为当地物件是足贵，业者也伫咧化工真歹经营。美国加州连锁素食产业请的50万的劳工，对4月开始是欢喜加薪水，10点钟上架工资是增加到20美金，合台票是超过600，是全美国上悬的。因为加州的物价生活费是有名的贵松松，这份工课是真侪成年人饲一家伙仔的主要收入来源。加州议会去年通过调起实行的 AB 122号法案，保障因的生活才会正式上路。Pues de ingresos es el único ingreso, pues y ya sería nos ayudaría. Lo poquito nos ayuda ya bastante en nuestros ingresos para la familia. Muchos dirán, wow, son $20, sí, pero actualmente en California todos sabemos que $20 la hora todavía sigue siendo muy poquito para pagar renta. 但是另外一边，业者煞是真烦恼，因为薪资成本可能都要增加真侪啊，因都要起价才有法度报过来，所以可能因为安尼流失佫较侪人客。伫加州加盟10间分店，有名就贵胖业者强生已经想要放弃啊。I want to do right by my employees, and I want to pay them as much as I can. But this bill, AB 1228, has really hit our operations hard. We're no longer hiring, we're not backfilling positions, we're not growing in the state anymore, we're not expanding more locations, and I'm ultimately thinking about selling or closing my business. 生活是用伫全美国有60间以上的店面，现点现食，也是早登去食。无倒仔边服务的连锁快餐，在地小规模的素食店是无包括在内。加州上架时薪过去10年已经翻倍，增加到16美金。即卖连锁素食店国家，敢会造成失业，屌是真受关注。工会和部分专家讲，产业的得利是真悬，完全会当来吸收工资起的部分。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蔡总统任内编超过2条的特别预算，和在野立委集期拢是伫咧乱编，要求政府爱先有计划才有预算。不过，民进党团表示，特别预算是用来经济进行使用，也批评南北要受预算法的规定，是伫咧由国家的后骹。另外，政府今年有关是用特别预算补助台电1000亿，新价长是希望台电就要强化经营的体制。
面对知影提出限缩特别预算，审计部审计长陈水扁笑笑无回答。初二去立法院备询，针对111年度中央政府主管审审核进行报告，公告政策包括打杂、食安、交通安全、改善所得分配，拢是今年度查核重点。尤其台电当年了钱，今年有愿用特别预算补助2000亿。立委认为政府能源政策不当，积极补助台电合理性。台电啊，要强化经营体制啦，加强开源节流，因为台电的亏损原因多端。原因呢有很多第一个在电价的设电价不是都低于成本。第二个它的负债的利息也很高。立委公告，为李登辉到蔡英文执政以来，政府超过4条的债务来自特别预算，其中蔡总统任内编列2条4961亿，比单最比4800亿马英九8200亿拢较悬。那被党团也提案，三度预算法有关无定期也是数年一摆重大政事的规定，避免破烂编列。因过另也批评，特别预算是战争地当等紧急情况政府的救命钱，三度同志法官是咧抽国家后卡。现在特别预算就是被滥用啊！乱丢出来，乱编又乱花。新竹棒球场一下用了12亿，还弊案不断。这样一个修法是立法权来凌驾行政权，更是压缩了政府应变的预算弹性，就是扯国家的后腿。尽量避免啦，开始的计划很重要，是要加强计划的审议啊。另外，审计部针对少子化议题，建议提升婚育价值观，鼓励加结婚都有机会加生囝。也毋过，民进党立委陈培福认为，审计部无应该提出将2个百测会保修报告，但随便回应已经请国科会做实证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家长指控讲，因查某囝的班级内面有一个特殊生，定定乱画休，搁会拍人。全班21个有8个去互拍过。这间国中也表示讲，确实是有这款的情形，也会向这家长学生宣导安怎保护家己，另外也帮助这名特殊生学习。课堂上突然爬起来跳舞，查某同学一路跳起，教室后壁搁转来原本的位置，过程中弄到女同学，学家长真不满指控囡仔，轰动到脑震动，好好煞无主动通知。我跟另外一位同学左边的走道上在那边跳骑马舞，然后在跳骑马舞的时候故意用他的身体去撞我的头3次，然后跟第3次的时候跟他讲，他还对我翻白眼、比中指。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日，家长指控讲一个查某同学毋是头一摆上着其他的同学。去年9月开学到呾，类似的情况一直发生，连同伊查某囝在内，已经有8个人拄着类似的状况。虽然知影对方是特殊生，爱包容，也毋过也无法度忍受囡仔读册的环境，互家长提心吊胆，毋知影倒一天囡仔佫可能受伤。很消极，他就是开了霸凌会，可是霸凌会他就会觉得说他正在处理事情的啊，可是重点是那个危险性依然是在啊。我们希望他可以线上上课，或者是他转学。其实来的处理我们学校都是照校园的冲突事件，甚至有霸凌案的处理我想都照依规定来办理。学校回应这名特殊生有申请特教生助理员来协助，因为每礼拜10节，所以唔是每一节拢会来。也毋过只要有通报校园冲突事件，拢会依规定处理，就对认真看待家长认情。特殊生的家长也对囡仔行为回事咧，也毋过其他家长认为甲学校沟通不良，决定发起联署自救，爱学校赶紧处理，唔通让囡仔连上课拢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肠仔病毒疫情搁再加悬，疾管署今日公布，今年头一个肠仔病毒重症个案是南部一名7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收治儿童加护病房治疗了后，确诊是感染到肠仔病毒棘沙期 A10型，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出院啊。当时就诊断了这个疑似是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所以收治到加护病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并且经过检验确诊是感染了克沙奇 A10型的肠病毒。所幸后来这个病况逐渐的改善，所以是在住院的第12天转一般病房，那13天出院。那目前没有不适的症状。
顶礼拜全国肠仔病毒门诊急诊就医的人数有6734人次，是这10年来同期的新高。这管需要要提醒民众，5岁以下囡仔呢是肠仔病毒重症的高危险族群，特别是清明连假特别到，民众会死过去，而民众对外口回来要接触囡仔进前，手就要洗好清气，降低囡仔感染到肠仔病毒的机会。人讲这囡仔一暝是大一寸，囡仔人困眠是真重要，困有落眠，囡仔才有好的发展。这台师大教育智库甲国科会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伫咧追踪台湾囡仔的困眠状况，发现台湾3岁囡仔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下晡时的公园，常常看到爸母带囡仔出来佚佗，有的塞零母车，有的陪囡仔四处走。除了和囡仔培养感情，真侪爸母也认为，让囡仔出来看看走走咧，囡仔暗时转去会较好困。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幼囝逐工的困眠时间，包括困中昼，上无爱有11至14点钟。根据台师大针对台湾5000外1岁到3岁幼囝所做的长期调查，普遍的囡仔确实拢有困到11点钟。差不多应该12到13点钟，应该有7、8个小时。这样算11个小时吧。这样的话，应该有12到13个小时。随望平均来讲，这个岁数的囡仔大部分拢有困超过11点钟。不过，透过台师大这项幼囝发展调查资料库建制计划，佫会当发现困无够眠的囡仔年岁愈大，比例是愈悬。3岁囡仔甚至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除了困眠的时间真重要，研究也发现讲，较早困，唔若较有眠，对囡仔的发展也较好。我们建议，其实孩子要在7点到10点这个时段就应该要入睡了。我们建议9点半就要睡了，不要超过10点。研究也发现，国内1岁到3岁细汉囡仔，大约有5成超过10点才去困。学者建议，囡仔爱10点进前去困，各方面的发展会较好，嘛爱互囡仔减用电子产品。如果有出去拜访啊，有户外活动啦，有去书店啦，或者玩一些物品啊，它的整体的它的睡眠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研究团队也发现，政府颁的儿童健康手册内底，较欠缺幼囝困眠的卫教资讯，记录囡仔状况的表，也无困眠时间的项目。因呼吁政府会当提供更较侪相关知识，让家长知影囡仔困眠的重要性。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若要买是赚钱，若要拼却是本数规大堆。根据着工研院的统计，台湾的佚佗物啊有9成拢是塑胶做的。若歹去要单掉，无多分解塑胶，对环境会造成败害。彰化县政府特别伫咧26日进前，邀请到佚佗物啊医师免费替民众修理这物件，希望延长着这佚佗物啊寿命，落实环保永续的精神。一手拿罗奶肉，一手接电线。这位是专门修理佚佗物的医师苏显莹。伊为电子公司退休，6年前开始研究修理各种的佚佗物。到目前为止，修理好势佚佗物已经有1-2千个。大部分拢是电池，迄台遐有生线，所以你家己用去脂油啦用迄个刷纸甲迄个线甲滤掉，接触较好了后，伊应该就会过电。过来一个就是讲有当时咱是电池无电。根据工研院的统计，台湾的佚佗物有9成拢是塑胶做的，平均使用寿命干那6个月。彰化县政府特别伫儿童节进前举办佚佗物的修理活动，家长嘛拢真认同。感觉袂歹啊，外口找无呢，对啊，我感觉有这个服务是足好的。厝内底佚佗物啊，歹去真可惜，想讲摕来修理的，修理好啊，就会使个摕工去算安尼。因为玩具其实对养育孩子也是一个也不便宜的一个负担，我们希望能够来减轻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的一个跟他有更大的助力。彰化县社会处表示，除了佚佗物的修理活动，嘛有安排二手佚佗物的交换，让囡仔人换款来算，希望会当延长佚佗物的寿命，落实环保永续的精神。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嘉义中部是台湾乌木耳主要的生产地之一，占7成左右的产量。不过最近呢，受到这比甲昆生的牵连，本地订单也拢互取消。农民讲，进前有专家伫咧怀疑，真有可能是这木耳处理了不好势，才会中毒，影响到因的生理。业者希望讲，这调查赶紧查清楚，恢复民众对乌木耳的信心。
菇料内底满满的模拟，拢无法度来采收。原本遮拢应该是准备要出货到市场顶面，但是因为即阵啊食安的问题，所以拢去用取消订单。种植模拟的农民讲，国内模拟的品质真好，请民众放心。那现在我们完全没办法出货，然后没办法出货过程中，我们势必要把所有的货都冰在冷藏室。那我刚才强调一句，我们这个模拟也在冰7到10天呢，7到10天，所以年假过后才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年假过后消费力道会更弱。近期有专家怀疑造成米价困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餐厅业者处理黑模拟无好势，才产生这款毒素。模拟业者表示，莫名其妙的指控，和规个嘉义县黑模拟产业拢受到真大的影响。在基本上，我们起码产地整个出货量差不多减了2/3以上的啦。很多的食材可能都有被怀疑到，那我是认为对这些食材的供应者都不公平。那我希望检察官能够尽速，那包括卫生单位赶快公布，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对这些食材有信心。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嘉义县中部乡的黑模拟产量占全国的7成，原本清明这段时间是黑模拟需求上大的一段时间。嘉义县模拟联谊会就讲，即卖有一半以上的业者通路订单拢互全部取消，只希望代志会当赶紧调查清楚，还黑模拟一个清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顶个月31方面通过中部山区雪乡乡路变革，台中的东市和平区几落大果子园受损严重，包含这梨啊、梅啊、桃啊，拢传出灾情。农民也在烦恼讲，即马当咧开花结籽，却当着路变革，可能会影响到收成。农粮署表示，目前当咧确认这受损范围，若准有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依法提供现金救助。农民到果子园，唔甘阁无奈，详细看这叶啊拢拍下去，这大结的细粒果子也拢是上痕。梨子也有裂了也打洞的了叶片是很多都是烂掉的了，都是破掉的了。当时地区的高接来啊，高农讲最近多是高接来未开花期转到有果期的时阵，原本就是天气稳定，收成也会袂歹。不过3月31煞拄到锋面带来大雨甲变革。哇，冰雹，超恐怖的！热带天气，互农民袂好反应，为高接来啊、幼果也袂好，土地啊都损伤。当时农民高损失差不多伫3成，和平区的甘露来啊也受影响，损失也在高算当中。市府表示，甲车子，当时地区已经有243公顷受损害。受影响作物包含梨子、梅子及桃子，另和平区受损区为三叉坑地区，现正勘查中。它主要是外表的损坏，然后它大颗之后，那个表面受伤，在市场上会是 B 级品。它是否达到那个现金救助的标准，我们会看几个田区再去做会诊计算，才会确认。农粮署表示，目前在统计受损的范围，若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提供现金救助，也研究相关土地补助、加激烈天气影响措施，也提醒受损的农民赶紧向各公所来反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婚林的蒜头当咧大出，警方接到报案讲有钓贼头，是去偷扣蒜头。警方抓到一个姓黄的嫌犯，而且伫咧伊的脚踏车顶头就发现到2袋蒜头。接到农民报案，警方调监视器锁定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巡逻时发现伊骑脚踏车，搁载2袋蒜头，计共50公斤。查甫人承认有偷扣蒜头，警方当场就把人抓起来。还发现他骑乘的脚踏车还有拖着2袋蒜头，近期也是蒜头的采收季节，所以我们询问他这个蒜头，他也是随机在路边的农地将人家偷窃的。警方表示，姓黄的嫌犯除了偷扣蒜头，搁去一间肉品公司共人偷摕电子产品。经过调查，会甲移送婚林地检署侦办。因那警方也呼吁，最近是蒜头的采收期。不管是伫产日，还是咧拍蒜头，警方拢会加强巡逻，农民嘛爱加提防着贼头。警察车若出来吹，对不对？较袂吼。警察车若出来咧巡吼，伊可能是咧试飞嘛，感觉有差啦。
公民表示，为着避免辛苦种的蒜头互人淘汰去，因会伫半暝轮流巡逻。因若今年云林产地的蓝蒜头大卖价一斤大约是26到28块，会当讲是真挖近成本价啊。若是搁互人淘汰，恐惊是连本钱拢摕袂转来。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高雄的华夏路甲新庄一路附近，最近3年因为进行环境改善工程，一直的污路。自月初进行导督完工，想袂到昨暗又搁开始污啊！里长和居民是真不满，认为讲这市政府咧工程拢无整合做伙做。那市政府是驳回讲，因为年度预算编列的问题，工程就要分段施工，而且污的范围无共款，则无法度做伙进行。路口的涂骹挖出长沟仔边个施工期具，高雄左营华夏路的进行环境改善工程，今年2月初才拄完工，想袂到无够2个月，车华夏路甲新庄一路路口搁咧污。水沟被黑板树那个串根问题都弄坏掉了，那个排水非常不良。他们现在要做那个重新做一条新的水沟。设置加速业者步行山管线，方便后续施工。排水工程按算8月底完工。虽然是要解决饮水，毋过因为工务局、水利局前后陆续施工，近3年这路口甲周边道路一直在污，也引起里长甲居民不满。车流量又比以往来的大很多，更何况这边又是学区，所以这个交通施工这个整个都卡在一起，时间拉长了。水利局向里长甲附近大楼注意水平施工期程，毋过居民无理解为什么免整下一摆做完。水利局说明是受限年度经费分配等问题。跨局处整合是市府一直以来持续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啦，但是在各个经费的项目指引下，又卡在不同年份上，很难去调整在一起施作。工务局也解释，污进前会确认其他局处是受施工的需求，毋过因为工务局施工的时阵，水利局也无编列在手工程经费，加上管道污的范围无同，才无法度同时进行。水利局是表示会加速赶工，和道路赶紧恢复正常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香山区有一个纳鲁湾部落，住伫内面的人是1982年对台东关比山部落徙来居民，也是台湾西海岸唯一挖海阿美族部落。最近为着要美化这环境，特别找艺术家参居民做伙，甲附近的布花为原住民的元素起嚟。尽量画好，就手笔可以这一条线，对，画这条画好看一点哦。手提画笔甲布花的壁画出色彩丰富的图样，有原住民的都亭，也有大海的风貌，看起来水当当。参加民众讲，希望透过彩绘，未来会当游客一看就知影，这是原住民部落。让那些观光客知道我们这边是有原住民的部落，让自己的文化图腾意象的那个颜色能够更展现出来。因为毕竟部落它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表现嘛，所以我们的色彩蛮缺乏的。所以这次用这个提防彩绘的方式，先让人家一进入到部落就看到，哦，这真的是原住民部落。新竹香山有一个纳鲁湾部落，是1980年阿美族头目李金文徙渔船对台东来到新竹渔港讨探，才开始有阿美族原住民在这生活。演过这段故事，也是这届创作主题。阿美族他们的一些文化图腾，例如说太阳的符号啊，或是红白黑蓝这些，其实这个都是阿美族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就想说，把这个阿美族的同胞，然后跨海来，就是绕过北台湾，然后来到新竹的这一段历程，把它画出来。壁画内容除了有在地原住民发展过程，还有新竹东门城以及一项代表新竹的意象图样，将纳鲁湾部落甲新竹的关系拢画出来，来增加在地人文特色。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高雄去年推出一个所谓展览，利用投影互动科技，也有浸水式剧场等技术，甲一寡国宝呢用科技的方式呈现出来。伫溪流和塘桥的声配合之下，入来到展场的布景，就敢若伫咧山林之间。这是万福双风图的立体化的呈现。同款是故宫顶馆国宝的溪山行李图，是利用机械的装置和动态的投影，甲规幅图架构种各种的细节。这拢是故宫北院上新推出的真正故宫所谓展的内容。
松风的声音，透过这个电脑的科技，让人家去看见这个看不见的声、听不到的声音。好，那在肉形石方面呢，我们就让观众类似说拿着肉形石这样翻转啊，去看看肉形石的这个不同的层次。8台的这个4K 投影机构成了20K 的一个这样的画面。那希望整个把观众都包覆在里面。平常时摸袂到的脆肉白菜，佮有肉形少这文物，即马只要摕4个地出来，凊彩转一个，每一个角度都会当看得较真清楚。停伫定点，佮有相关的解说。展场之间，佮使用8K 的摄影机，多角度来翕6件文物，互民众会当好好来欣赏文物的细节和纹理。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印象派这些大师的作品呢，其实在各美术馆里面呢，都一一的把它做成沉浸在里面去欣赏艺术之美。往往你们以前在看文物，就是看到它的表面，事实上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所谓技术发展，互过去大家真歹看会到的珍贵文物，会当有更较近距离、更较有路的呈现。各种是结合国内的所谓艺术和影像的制作互动这领域，来打造互动装置，真正是剧场这展现，互艺术和科技交融，带来上新的观点体验。记者综合报道。真罕见的天文机关，这日全食初八会出现，到时阵北美洲会有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美国 NASA 也打算伫咧日全食这出现的第几分钟内，执行日食路径周围大气扰动计划，安装向无光的所在发射3粒的探空火箭，来观察这日全食对地球电离层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Have eclipse glasses, you can use an indirect viewing method like a pinhole projector. NASA 太空人该随便来看天狗食日，因为北美洲4月初八会有真侪所在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日全食天文景象，不止民众真期待。NASA 也趁这机会执行日食路径周围大气扰动计划，用日食阴暗的所在发射3粒探空火箭。That's the electrically charged part of our atmosphere that can act as a conduit for many of our communications and navigation signals. So understanding how solar energy affects the ionosphere is crucial for predicting and mitigating potential disruptions to our technology. 电离层是大气层和太阳射线电离的部分，也影响无线电电波传播的重要关键。不过科学界对天狗食日这种短暂黑暗的时刻，会对地球电离层造成什么款的影响，理解也个无够。所以这摆3粒探空火箭会伫天狗食日高峰期甲前后的45分钟发射，要利用这4分外钟的黑暗，得到更较侪资讯。is important as it's the one that our communication signals pass through. Disturbances in this layer can cause issues with GP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series of rockets will sample the layer of the atmosphere to see how it changes with that sudden day-night change of the eclipse. 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fed into models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arth's atmosphere. 除了火箭以外，美国各地科研团队也向高空气球地面对待这方式导入公布来观测，把收集关键数据的好机会。因为以美国来看，一摆天狗食日爱搁等到2044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30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